后来台湾进入到高龄化的社会，华视的新节目邀请到郎祖筠来主持，针对被照顾者甲照顾者的议题，请专家来讨论。就比较辛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首，另外一首可能很好。伫镜头前，请姿势，郎祖筠主持全新单位型的节目《超龄实习生》，头一集的录影都亲自示范。佮有啥物动作会当训练肌耐力？节目中拢总看会到。超龄实习生是担高龄议题，教你安怎照顾老人，而且佫要避免家己长期的压力。用我们创造力跟想象力的方式，去给予他们更多生活上面必须要一直保有的快乐跟正向。主持人以自身照顾亲人的经验做例，分享健康的心态，也佮有专家医师提供被照顾者甲照顾者需要资源甲协助。照顾的人，他也需要很多的关怀。那还有就是四周围共同生活的人都应该要学习说，在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要用什么样的心态。高龄社会其实这种的节目再多也不为过，那我们要做好，才对于人姑有信心。每一个人拢会老，未来要安怎规划？节目以轻松的方式呈现。10月初6开始，每礼拜日暗时11点播出，要有观众面对高龄化的社会，提早做准备。